日前，这个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吴子嘉来指控，讲苏贞昌政府陈时中部长靠 BNT 的疫苗的1亿的美金，陈时中去法院甲告，要捍卫家己的清白。所以我讲说，我所指的就是说，他讲的4件事情，时间点不对。第二个，预付的现金没有所谓的预付款，好，这件事绝对没有。然后第三个也没有所谓的几千万的那个美金的事情，那1亿美金更没有，这些都所谓的事实面。如果有这些事实面，他可以根据这些事实面去想象，那当然是他的自由。但是没有这个事实面，那就是诽谤。他在不断这样用不实的情况来污蔑着我们，那是忍无可忍了哈。中昨向台北的地检署提告到诽谤了后，今仔日陈时中佫徛出来，讲吴子嘉针对着疫苗的影料拢毋是事实，伊嘛来表示，未来若要有人对伊有不实的指控，伊拢会做回来告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